后来最近这几年来，过年2、9暝，真侪家庭拢到大饭店去围炉。有袂少的大饭店已经开放互围炉订桌注文，生意真好哦。有的大饭店已经互订了，有的已经互注文超过7成。乡亲若要订桌，骹手爱紧。好食的料理，敢若用看的，就互人看甲嘴烂咕咕的。真侪人到过年围炉，拢会去大饭店食。我们推出了除夕围炉的这样子的一个餐点跟宴会，都有7到8成满左右。讲顶半年饭店的生意真歹，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响，真侪民众出国行程拢乱去，业者就提早开放围炉暝订桌服务，希望大家当趁这个机会，和大家好好过年团圆。我们今年有感受到大家客人的询问度是比较热络的，甚至询问的电话都来得比往年特别再提早一些。不过想要抢饭店围炉暝订位，卡手在敢买，因为美福大饭店伫咧11月初1开放buffet订位，11月19就满。若君品酒店、中式餐厅全部订了，西式餐厅敢若剩暗时7点半到9点半时段。另外，有台北6号万怡酒店buffet含中式餐厅订位达到7、8成，迄个顶饭店中式餐厅无7成。而且一开放登记，就人起来问，若国泰万怡酒店是9月开放预定，即马无6成5的订位。疫情影响，真侪民众无拢紧趁这个机会来订饭店，希望会当含厝的人、好朋友欢欢喜喜团圆食饭。